咁啊，而家我哋天然氣嘅用量啊，包括用戶啊，司長都有講到，我哋已經超過18000戶。咁其實呢個清潔能源方面呢，我哋希望咧可以政府更加咁大力推進。咁啊，司長亦都講到我哋而家嗰個叫做新建嘅樓宇，包括 A 區咧，都會有呢啲嘅做啦。咁但係一啲舊區嘅或者唔係相對舊區嘅，其實喺呢個天然氣嘅用量方面，政府會唔會有一啲更加好嘅一啲方向，令到我哋更多居民咧可以用到呢啲嘅綠色能源？喺2021年呢，我哋通過咗天然氣管道嗰個技術規章之後呢，其實就對推廣天然氣嘅使用呢有一個正面嘅幫助，即係話新建嘅樓宇佢嘅管道呢要兼容天然氣同石油氣呢，呢個對日後推廣天然氣有一個正面嘅作用。咁我諗而家我哋係要回頭去睇翻之前嘅我哋點樣去推，喺完善網絡推動各個住戶用安裝天然氣管道之餘呢，喺未來係咪可以再考慮對一啲有關於爐具嘅資助呢？咁呢個我哋政府係持開放嘅態度，一步一步咁去推動。